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翠鳳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11月25日，星期二，有識之士隨風飄流，生日快樂！11月25號發生嘅事係，今年係傳奇巨星李小龍誕生85周年，港鐵聯同李小龍基金會，仲有香港文化博物館喺香港站、中環站舉辦咗李小龍誕生85周年紀念展無形之道，香港站展區設置喺呢個港鐵藝術舞台，有動態裝置咗沉浸式嘅互動體驗，展現翻李小龍經典舞者姿勢，仲有哲學思想。展覽期間又會派李小龍嘅哲學金句為主題設計嘅限量1套4款1票長龍紀念卡，唔知你有冇睇過李小龍嘅電影呢？今年想對隨風飄流講嘅嘢係見得太少啦，應該比起見得太少，應該話見面次數大概可能2隻手數得晒啦，感覺上。所以都唔太知你最近嘅近況，又唔太知你仲有冇睇咁樣。Abby 記得你上年話係都仲有睇，不過少咗好多講嘢齋睇咁樣。今年唔知如何呢？不過呢，嚟緊又到1年1次 RG， 唔知今年你仲會唔會去 RG 呢？定係可能而家已經冇話一定要去嘅慾望咁樣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希望我見到你嘅呢段時間，你都有超級開心順利咁樣過好生活啦，又揾到自己想做嘅嘢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拜拜。